好，分享转到现场，今日好空标波本太家己咧，就会口高棍吼，又有新类的发通哦，就会昆虫占地度诶。5月17、18號有動到好空的好料的發通的波本太家己哦，從入排回來波本太家己嘅就會好蟲松菜係冇，加有講到。其實佢有動到嘅蟲嘅吼昆蟲啊，喺做啲葉菜嘅，加有講到啊，太家有糖豆嘅就係啲東南亞吼泰國啊、印尼啊吼，含係有泰料啊，有動到嘅昆蟲用鋪嘅，有冇用鋪嘅來食啊？像教授，你是不是也去過很多的不同的國家？其實像東南亞比較多啦，就是昆蟲入菜這一點是，其實在市場啊、普通的市集裡面就看到很多人用炸的堆得高高的那種，其實是很多的，對不對？對啊，就在夜市裡面的攤子上，你要多少就可以自己挑。所以那是其實是吃的是 OK 的。OK 啦，我吃過啊，很好吃啊。那為什麼像這一類的料理，其實在台灣是很難？可以講推行嗎？還是沒有辦法受歡迎啊？其實我們吃昆蟲已經很久的歷史了，只是我們忘記了。你說人類？對啊，人類啊，台灣也是一樣哦。那冬蟲夏草現在很珍貴啊，是不是？1公斤，1公斤都幾十萬呢。是啊，那個，而且我剛才講那個膨風茶，它的排泄物你都可以吃的，為什麼昆蟲不能吃？哦，膨風茶就是那小綠葉蟬它的分泌出來的蜜露嘛。這會不會是我們人類一直，台灣人，我們講台灣人，會不會一直是覺得蟲類其實是一個髒的東西，可能也是不好料理。是的，我們都習慣把不好的東西叫蟲啊，像老虎叫大蟲啊，蛇叫長蟲啊。其實昆蟲它就是6隻腳，它有它一定的科學定義。所以那如果在入菜來講，剛才有看到很多的畫面，其實看起來在入菜前，它原本的樣子其實不這麼討人喜歡呢。像有種蠶寶寶，可能有些小朋友在國小的時候其實都養過蠶寶寶，你要讓它入菜。其實小朋友應該心裡會有種陰影吧？我要讓他炸來吃嗎？有可能。其實因為蠶它只是要那個絲嘛，哦，那個蠶絲抽完以後，裡面還有蛹啊。像畫面上看到這種，其實像剛才有講到那種冬蟲夏草啊，或蠶寶寶，其實這也是一個非常珍貴的藥材。是啊，像這個畫面上這個蜂蛹啊，其實很多人拿來泡酒啊。強身啊，就喝了以後就力氣100倍啊！哇，所以它其實有不同的料理方式，就對了。對。可是，在台灣其實因為光我買熊都會發好要蟲會用來拿豆，怎麼取得？其實就是從地上撿來嗎？還是垃圾場？你剛才講說我們現在越來越少吃蟲了，我想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啦，就是因為環境破壞了，所以使得很多的昆蟲呢，其實我們想要吃的那些昆蟲呢就不見了。哦，就唔見鐵的，像蟋蟀啊，很多蟋蟀它必須要有乾淨的土壤啊。現在撒了很多殺草劑以後呢，事實上很多土壤都破壞掉了。還有很多土壤本來應該很原始有草皮的，現在都蓋了很多的柏油路啦、水泥地啦等等，它沒有棲地啊。所以我們不吃蟲，有可能啦哈，一個原因呢，是因為我們要吃的蟲呢，它其實很難取得。所以你現在去點那個蝦子比較便宜啊。你要點那個香酥蟋蟀比較貴啊，物以稀為貴。對啊，所以可是那沒有這個蟲就吃別的蟲不可以嗎？這其實你要吃還是要有一定的歷史啦，就人體檢驗過了嘛，曾經被吃過的那一種拿來吃比較好啦。我們不需要扮演神農氏這樣嘗百草，其實也不好。所以像教授，你其實，在台灣，其實你也有吃過，就是這不能講正統，就是蠻多樣性的蟲的料理哦。有，其實有很多的食堂或餐廳呢，他們提供這樣的料，你可以點的，香酥蟋蟀、螞蟻、桑樹。這需要預約嗎？因為這種蟲不是剛才有講到說取得非常的不易，但是他們。會點的人也很少，是不是？不，他們其實處理完了以後，食材就放在冰箱或冷凍庫裡面。那昆蟲其實是耐儲存的，因為你看那個昆蟲做成標本，可以存在着上百年了，不變形這樣子。對，不變形，因為那個整個雞丁子哈，那個外皮把它包着，所以它其實是耐儲存的。哇，剛才有講到教授吼講到按道的東西啊，第一擺的口高棍底度吼，很配太監咧做的昆豆，還有加點昆豆按道的物種，按道的昆蟲吼，還做得來教一下遊戲係冇？係錯，你講嘅啲科學角度講，譬如啲昆蟲展覽吼，昆蟲展，係咪係啲擺是講盤啲擺發通好蟲上菜，啲好蟲上菜，不過未。
就等于袂唔敢食啊。系啊，看到就名都唔敢名。所以啊，你是有好康的活动是讲，你有闯关卡，好，那闯关那是不是可以集点呢？是的，我们闯关卡的设计里面哈，是有动到，像你讲的，有做得好快、好糖、好酱，然后好杂。然后好食好高的味素，你就集点这些卡片，所以呢，这个好康集点送，所以就会有一个闯关卡。和大家是聽人家講，唔是講應該唔敢食葱，還是做唔得來哈。係有動作會發通過被做嘅，動作是做得高的。哈，你跳下就講誒，你嘅好蟲上菜，你是有5月18個日是有請個台師傅來煮個葱，要本大家食，本大家地道講，唔係講葱係按電影講嘅，嚟做得食。不過剛剛有講到係葱意嘅料理吼，係台師傅而老唔用葱意料理，唔係自家做就做嘅。係，18個日係師傅來做，本來你大家食。不過你袂有啦，愛料理網站哈有合作做一個創意食譜，按是講大家袂知。葱就等於很多是電影講嘅，唔敢食。你是講做創意料理，可能你用嘅哈做出來是從一隻葱呢，然後唔係講僅僅用葱來做嘅，嘅意象就錯。對，還是講按一本大家啲講葱，唔係講一天嚟按一很多葱長食，還做的做創意料理的一個食譜比賽。好，所以這個活動被做得大家被做得很。好煮嘅人，好變怪嘅人，哈，就大家做得咧，參加就錯嘅，也會報名冇，就知道愛料理網站，網站當中就做得報名就錯嘅。錯。我係聽講吼，係講大家唔好按麻煩的法啦，吼，咩做得打卡，去到嗰片打卡，後面做得有送東西，係冇？係錯，我們有一個好讚。那好讚就是我們要到我們的科教館夠好玩的粉絲頁裡面，還是那人拍拍拍相，然後打卡按個讚，好，你是做的你的好康集點送，你就集了一個點了。嗰時你講嘅一定會發通係，周清就係第17、18號廿2日。周清就做得去搞、去料、去食，食的部分可能係18號張油啦，吼。18個是台師傅有來啦，不過你也係講17來是講冇台師傅煮個葱，不過你還係有當到好食的味素。哦，也就會講到有咧好吃市集嘅，係冇？係錯。也好吃市集也部分吼，係哪條會攤嚟來擺咯？哦，好，你講好吃裡面，我們有請了很多的小農、小農，是講像你有請到你客家鄉親的當道，來到新竹，來到苗栗咧，佢一家按為了愛惜這一塊土地，哈，像你講阿金姐，好，佢係你客家新橋，喊佢看到佢家娘滷的梅很好食，係喊佢是一家聽人家娘向下走，還是阿金姐的。東西在料理，在新竹也是很有名的。不過呀，私濕地度冇聽說係昆蟲係冇？唔係，哈，像你聽我講誒，各個農產品就有錯嘅。小農的像因嚟結獎，哈，阿金姐結獎，還冇是有的咩？哇呀，方面後面做得看到，好有看到，係今年會來參加誒私濕地度嘅攤呢係冇？係小農的一些攤位，還像基本還係有當到像一啲有國中生哈，被自家到。學校啲咪讀，本來想講從一片一下係滷嘛嘅東西，滷梅嘅係冇？哦，梅嘅，係。就係你講一啲講滷梅咪係一啲客家人當咪做嘅，滷東西係，因為滷東西，我你係講像一啲模擬去學嘅，模擬去做，這麼做安些這麼傳統的，非常的傳統，非常的環保啊的一些手工藝品哈，還是借着這一次的活動，大家都試試看原始的味道，好，冇加係一回事誒，唔是講加很多東西落去，還是大家別來做的就當到好食的東西。也可能就會講到吼老人家嘅自費嘅啦，吼老人家其實要當到調擺嘅時節，有人講天然啊，吼其實佢要當到冇強用動強嘅素材呢。像教授，你是不是可以？我們其實以前的農民啊，他們其實在種植一些這種種田人，其實大家會覺得說，只可能調擺嘅時節啦，沒呀哈，可能會讀書較讀唔好嘅人吼，就會去種田，就是讀書比較沒那麼
没那么有那个才情有没有的人就会去种田啊或什么的。可是其实这样的观念其实到现在已经没有，有很多人其实会回归到农田啊，种自己的有机农，或者是像现在有很多一般从以前到现在的大家所实行的那种惯性农法，像肉宁嘎碟周围，其实他们有一些是他们的老人家的智慧在里面，对不对？是啊，其实我们常常读《论语》啊，论语子路篇啊，孔子就说了，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仆，连孔子都不如老农夫了。为什么？因为其实农夫要种一个作物上来，其实要观期莽道，就是他其实要观气候。要节气要对，什么时候种，什么时候收割，其实它有一定的那个道理。不过呀哈吼，现在大家常常会知道的是，其实农民跟虫应该不是一个和平共处的一个关系，常常大家都会觉得是一个敌对。我就是要没话怎么会喷洒这么多的农药，然后就是要把虫害降低这样。其实这样还是有一个它可以解决的方式，对不对？是，其实农药说起来，它其实。是一个化学，我们又爱又恨好像你生病打抗生素很快就好了，可是产生的抗药性等等呢，其实又让你又很害怕，去用这个抗生素。基本上农药就像抗生素一样，其实你使用在田间是很好，尤其大量栽培的时候，大量发生害虫，你只有农药可以救了。快速灭绝。可是事实上以前没有农药，我们还是过得很好，不是吗？所以我们现在回到以前的老祖宗的那个智慧里面去找什么？找病虫害防治的方法。也就是说，在农药没有发明或使用之前呢，其实也是有作物吃啊，那当然也有害虫存在啊。可是他们其实是相处得很好。后来找到很多原因啦，现在我们把它回到自然的防治方法。所以如果不用化学的一个农药来抑制这些害虫，所谓的虫害好了，那是要用怎么样的方式？其实现在有很多比较叫科学还是叫自然的农法，其实也是在推广这一块，对不对？对，现在应该这样讲了，就是解铃还须系铃人了。其实虫害问题基本上是人类引起的，就是我把本来一块荒烟蔓草，它本来有各式各样的植物、各式各样的动物在那里生存，结果通通把它开垦了，我叫开发啊，然后通通种玉米，或通通种高丽菜，糟糕了，所有其他的生物都不见了。本来有一些生物吃生物，互相之间变成天敌，相克相生，变成一个稳定的生态系。你今天把它通通清盘了，然后只种玉米，只种高丽菜，所以无形中呢，本来高丽菜的喜欢吃高丽菜的害虫，比如说本来只有10只，不，本来只有10只，在大自然的情况下，可是你现在清干了以后呢，那10只突然本来只有2颗高丽菜，现在突然有1万颗、10万颗，所以它食物没有受到限制啊，然后就大量繁殖啊，所以才会产生虫害问题嘛。所以我们想到虫害问题的本质的时候，再回想到以前老祖宗他们的耕作方式，比如说我家里面后面有一块小田，那块小田要养活一家人呢，所以可能种酸，可能种葱，可能种空心菜，可能种地瓜，种玉米，多样性，所以变成少量多样。那少量多样就是变成我们讲的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了，就是要回到那种生态系很稳定，所以在一个很稳定的生态系有这样才可以平衡嘛。对，因为有很多天敌啊。很多昆虫其实是被它的天敌抑制着。你今天如果不把这个生物多样性保存好呢，变成单纯的话，好像我们一块草原里面只有草跟兔子，糟糕了。兔子有很多草吃，所以兔子越来越多，然后最后把草都吃光了以后呢，兔子吃什么？就没有了。其实呀，真经有共斗跟他高叔也有共斗的啦其实最简单的原理，其实大家就只要想棒打老虎鸡吃虫，其实就是最简单的一个原理，就是维持那个生态系就抽嘅。古说咧，亚拜口高棍啊而台本太家唔但枪可以有暗有指示性咩，还有东后告后设的东西还有乜个精彩内容，等下咱波本太家底也下先来学看一下。